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 AI 普及課程。今日係第3課，主題叫做 AI 就在你身邊。上堂我哋講過 AI 擅長做咩嘢，同埋佢有咩局限。我哋知道 AI 係透過模擬大量資料去學習，所以我哋用 AI 嘅時候一定要保持審慎態度，同埋自己嘅獨立思考能力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要將焦點放返喺現實生活入面，去揾下究竟 AI 收埋喺邊度。答案好簡單，就係你身邊，你周身都係，只係你可能從來冇為意過。今日我會帶大家行3個站，3個日常場景。第一站，你日日揸住嘅手機；第二站，你成日買嘢睇片嘅購物同娛樂平台；第3站，關乎你身體健康嘅各個小幫手。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第一站，你部手機其實就係一個隨身嘅 AI 小助手。你諗下，你對住手機講嘢，佢居然識得聽，仲會幫你做嘢。嗰個就係語音助手，好似 Siri、Google Assistant 嗰類。你打字嗰陣未打晒成個字，輸入法就已經估到你會打咩，呢個又係 AI。你影相一撳掣，自動幫你調色、美顏、優化畫面，你乜都唔使搞，已經靚晒，呢個都係拍照 AI。仲有人臉解鎖，你望一望部手機，佢就認得你，即刻解鎖，全部背後都係 AI 嚟㗎。你每日用電話幾十次、幾百次，其實已經不知不覺用AI 好多次，只係你見唔到個過程，只係見到個結果咋。好，手機講完，我哋去第二站，購物同影音平台嘅 AI 推薦。你有冇試過喺購物網站睇咗一個保溫杯，跟住之後幾日，你去到邊個網站都見到保溫杯廣告？嗰個唔係巧合嚟㗎，係 AI 記錄低你瀏覽過乜嘢，停留咗幾耐，睇過咩內容，然後透過一個叫協同過濾嘅技術，推薦相似嘅商品或者影片俾你。即係話，如果你睇過某類短片，個平台就會不斷推送類似嘅內容俾你，等你越睇越停唔到。短影音 App 又係咁，你中意睇貓，佢就不停俾貓片你；你中意睇煮飯，佢就不停俾食譜你。呢種推薦的確好方便，但大家要留意一個隱藏風險，叫做資訊繭房。咩意思呢？就係你只會睇到自己中意嘅嘢，慢慢你就會被困喺自己個小世界入面，睇唔到其他唔同嘅觀點同資訊。所以享受推薦之餘，記住要主動去探索下唔同類型嘅內容，千祈唔好淨係俾 AI 牽住個鼻走。跟住第3站，守護你健康的篩小幫手。你可能唔知道， AI 已經喺好多方面幫緊我哋維持健康。例如你手上戴嘅智慧手環，佢會記錄你行咗幾多步，心跳幾多，瞓覺質素點樣，然後分析你身體嘅趨勢。醫院入面篩可以輔助醫生快速檢查 X 光片，電腦掃描影像幫手篩查潛在問題，仲有用藥提醒，時間一到就提你食藥，唔怕唔記得。運動 App 就更加似一個私人教練，佢會糾正你嘅動作，你喺屋企都可以跟住做。不過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 AI 只係輔助工具，絕對唔可以取代醫生。如果你身體真係唔舒服，一定要去睇醫生，千祈唔好淨係信 AI 嘅建議。好，3個場景講完，輪到大家動手實作。而家請你拎起你部手機，做3件簡單嘅事。第一，對住你嘅語音助手講一句今日天氣點樣，睇下佢點答你。第二，打開你嘅購物 App 或者短影音 App， 睇下首頁推薦咗啲咩俾你，諗下點解社會推薦呢啲內容，背後可能係因為你之前睇過類似嘅嘢。第三，打開手機嘅健康 App， 睇下今日你行咗幾多步，你會發現原來 AI 真係無時無刻喺你身邊。今日嘅小任務3選1就夠㗎喇，你可以揀試用一次語音助手對手機講個指令，觀察佢點回應，或者揀觀察推薦內容，留意你常用嘅影音或購物 App 推薦咗咩，又或者揀查看健康數據，打開健康 App 睇下你今日嘅步數或者睡眠記錄。完成之後，記得上留言區分享你嘅觀察同發現，等大家一齊交流下。最後，我哋快速回顧今日嘅重點。第一，篩就藏喺你身邊3大日常場景：手機、購物、娛樂同健康。第二，篩推薦帶嚟方便，但同時要察覺資訊繭房嘅問題，記住主動探索。第三， AI 只係輔助工具，尤其係醫療問題，一定要諮詢專業醫生。第四，你隨手就可以實作體驗，因為AI真係無時無刻陪住你。下一課我哋會進入一個更令人興奮嘅領域——生成式 AI。到時會講下點樣同 AI 聊天、畫圖、寫嘢，記得嚟上堂啊！我哋到時見，拜拜。